过年时啊，囡仔上欢喜的就是通食到各款的四修啊。有一寡四修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为细汉食到大汉，所以无一定知影因的台语是号做啥物名。即摆咱对镜头到年会大家看一寡四修啊，用台语爱安怎来念。民众拢趁好天气出来办年会，过年时啊，咱会食真侪四修啊。不过这四修啊，台语安怎念，民众敢知影？像这个你知道？麻烙，麻烙，知影？这米烙啊，米烙、麻烙。麻烙、米烙，民众拢较知影。咱换另外一款四修啊，继续问民众看卖。我连它中文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没看过。什么书？什么书？哎，对，我好烂没看过哎。有啦，有看过啦，可我不会念。就我唔知，我袂晓讲。倒蔗哦，豆枣吗？大家过年时啊，接食的四修啊，除了这款煎过包麻啊，也是米的麻烙、米烙以外，第二款接看到的就是这款号做寸枣的食米，佮有这款内底是土豆、挂层包粉红色、白色糖的杏仁，落尾佮有这款用果仔粉做的，通变做各款造型的果仔。另外四修啊，安怎号名也有趣味的故事。迄叫做寸枣啦，我咧想可能是含迄个寸，含迄个。差不多一寸，迄大概有关系啦。我讲米烙，还是讲迄个麻烙，我咧想吼，是毋是较早迄个老大人咧疼囡仔吼，拢甲囡仔当做宝贝吼。用吼，我一个烙啊，啥物，那毋过这是草字头的啦。通常这个烙吼，有啥物敢若讲足宝贝、足疼惜的迄款。所以香港平常时时大踮厝的时，就要甲囡仔讲台语。过年子孙时势转来团圆，为四修啊开始教因讲台语，用台语学讲好听话，互台语伫生活当中自然使用。台语甲台湾的文化才有法度代代传。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。